再来看高铁，伫今年9月时阵有推出宁静车厢的政策，不过即马呢，所有亲子团体表示讲，这已经造成家长的压力。时代力量是要求高铁呢来取消宁静车厢，而且推出亲子车厢等等的配套。嘛有民进党的立委呢是要求高铁应该要排除囡仔等等有特殊需求的旅客，避免歧视。取消宁静车厢，友善育儿环境。 要求高铁全面取消宁静车厢，时代力量参其他小党伫咧立法院外口抗议，也有民进党立委招家长召开记者会。有家长表示，高铁实行宁静车厢，带囡仔坐车的压力是比以前搁较大。也有家长讲，家己的囡仔有自闭症，但当咧学讲话嘛无法度控制行为，就要去互高铁人员牙牌要求爱点点。 然后，因为我们是有特殊生，那也会有人说特殊生外表是看不出来的。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困扰的事情，就是友善跟包容，它其实还是要有一定的空间。更较重要的是，咱要用公共政策安怎制定，才有法度来打造一个互家长会使安心。 会使自在带囡仔出去外口。针对这寡争议，时代力量要求高铁全面取消宁静车厢，推出亲子车厢，另外提出符合儿童权利的相关配套。因为民进党有立委是要求高铁应当伫政策当中明确排除囡仔和特殊需求的旅客，避免歧视。 应该要更聚焦，包括可能类似是3C 礼貌运动、手机礼貌运动等等，会是更适切的。又或者是推出亲子车厢。政策文字中应该明确排除婴幼儿及特殊需求的旅客啦。那列车服务人员应该接受相关情境的训练，避免误导误判或者是歧视。那第4个就是希望可以建议以示范期方式来进行，收集各族群的意见。高铁是回应讲，因为做调查有9成的民众支持车厢的宁静政策，有高度的社会共识，嘛强调是针对讲电话用3C产品无挂现去吵到别人的行为，不是针对囡仔。这个过程当中，可能确实在一线的时候，他们在一些状况的拿捏上面，我们一直在讨论啊，也要再做一些精进。那这个部分是我们持续会在做的。那大家也可以看到，现在在车厢上面，文宣已经做了一些调整。高铁表示，针对各界意见，目前已经把宁静车厢的涂骹换掉，会过来检讨，嘛会改进高铁人员的教育训练，也呼吁社会对囡仔和无共需求的人，就要有更较大的包容，来打造更较好的公共运输环境。记者卢尚如、曾春瑶台北报道。